小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在我们这礼拜，疫情已经趋缓，我们的确诊人数是0。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你们要进入学校开学了，愿上帝赐福你们。在我们要进行亲子礼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土地。虽然疫情让我们很不方便，但我们知道有从你来的平安，让我们度过每一天。未来的日子当中，相信天父爸爸，你会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学校、在家里都有你的同在，也让我们今天的结业礼拜充满神的恩典，带着你满满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位小朋友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学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小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读经时间。紧接着在这一期，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罗马书第8章，咱先来读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不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下，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我们看第28节，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来，咱个做伙来读一摆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不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下，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第28节，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各位小朋友，上礼拜有唱过这一首《生命在于你》，今天我们就来做动作吧。那首先我们来分解动作。生命在于你，生命的时候，将2手举高，脚张开成一个大字形。生命在于你，唱到你的时候呢，拍3下。生命在于你，然后力量的时候，做一个出拳的动作。力量在于你。盼望的时候，比出祷告的姿势。盼望在于你，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在于你。把你的2只手从下面举到上面，在于你，然后把它连起来，
我们现在做一个连续的动作。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下一段，我们要以生命来赞美你。将两只手做一个绕圈，绕小圈，然后再做一个绕大圈的动作。我们要以生命来赞美你。下一句，我们要尽全力来赞美你。绕一个大圈反方向。我们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的时候，把你的右手比出这样的姿势，右脚往前弯，同时做出来，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换边。再来，我的盼望在于你。我的盼望，把手举起来，祷告的姿势，在于你的时候，手举起来成一个大字形，然后跳9下，1、2、3、4、5、6、7、8、9。第9下的时候，会刚好回到开头的生命在于你的生命。我们这一段的连续动作来做一次。我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到这里就是接回来了。那这首歌在最后面结束的时候会重复唱在于你。唱到这时候就把手从上面再放到下面来。那还会有一次，最后一次举起来，然后最后有3个字在于你的时候呢，2只手往肩膀的地方点一下，然后再举上去，这就是全部的动作。好，那我们就跟着音乐来做一次吧。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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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全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
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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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12节。关于这事，还有许多可说的，但是不容易对你们解释，因为你们的听觉迟钝，听不进去。你们早就应该为人师表了。可是你们竟还需要别人用上帝信息的第一课来教你们。你们还需要吃奶，不能吃干饭。凡是吃奶的都是婴儿，还不会辨别是非。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成年人才吃干饭，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能辨别好坏。那么，我们应该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息抛在背后，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我们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如懊悔而离弃腐朽的习俗、信上帝、不同的洗礼、按手礼、使人复活、永远的审判等道理。让我们朝着成熟的信仰前进。上帝若准许，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至于那些离弃正道的人，怎能使他们重新悔改呢？他们曾经蒙上帝的光照亮，尝到了属天恩赐的滋味，又已分享到圣灵，且体验到上帝的话是佳美的，也感受到末世的能力，竟然还离弃正道。这样的人无法使他们回头，重新悔改，因为他们再一次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一块田地经常吸收雨水，生长蔬菜，对耕种的人大有用处。这是上帝所赐的福泽。可是这块田地长出来的是无用的荆棘和蒺藜，它就有被诅咒的危险，且要被火烧毁。然而，亲爱的朋友们，即使这样说，我们仍然确信你们的境况更好，更接近拯救。上帝是公道的，也不会忘记你们为他所做的工作和爱心。就是你们继续不断地帮助其他的信徒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你们每一个人至始至终热心，好使所盼望的一切都能实现。不要懒惰，要仿效那些信而永恒的人，来领受上帝的应许。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来到了8月底。那有许多小朋友应该已经开始上课了，进入新的环境，进入新的阶段。那也有很多的大朋友准备蓄势待发的进入新的环境、新的阶段。
不知道大家在进入新的环境已经开始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不知道准备进入新的环境的这些大朋友，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紧张，会感觉到兴奋，也会期待，但也有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害怕、恐惧，想逃避，因为我们进入到新的环境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但是呢，在这边跟大家勉励，其实呢，我们人生出来之后，其实不断在升级。现在你们可能是从幼稚园升到国小，也有可能是从国小升到国中，也有可能是从国中升到高中，高中到大学，大学到出社会，出社会到结婚成家，成为别人的父母，成为阿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阶段嘛。我们会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那升级呢，就代表着我们迈向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在今天升级礼拜当中，传道要用圣经的故事以及绘本，还有几个保罗对希伯来人的勉励，同时藉由这3点来勉励我们彼此。今天要说到一本绘本，它的名字叫做《小步走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是在讲一只鸭子，小鸭子的故事。那在故事里面描述着有3只小鸭，它们来到森林的时候迷了路。那小鸭子呢，就是主角，它的名字叫小步，小小的小，一步两步的步。小步呢，它是所有鸭子里面这3只年纪最小的，所以它的身体呢也是最小的。他和他的哥哥们在森林里面迷路的时候，他们需要赶快离开这个森林，去找到妈妈。那妈妈在哪里呢？妈妈在河边，所以他们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走，不断的找到正确的位置。在走着走着呢，这个主角小布呢，他就开始说他走不动了，觉得累，不想要走了，他就开始耍赖啊，跟哥哥说他不想走了，不想走了。哥哥看到他这样子呢，就想了一个方法要帮助他。于是呢，哥哥就教他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叫做低头小步走路法。这个低头小步走路法是什么呢？就是低着头，然后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哥哥教这个小步呢，只要看着走出去的每一步，一小步的走就好。刚开始小步呢照着做，所以很轻松就走了一段的路。可是后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大树林，他又觉得哇，我走不动了，怎么还有这么大的树林？我不想走了。可是呢，哥哥就又提醒他，小步你忘了吗？一小步一小步啊。就这样子，这个小步呢，他就一小步一小步的这样子走着走着，终于离开了树林，找到了妈妈。而且啊，小步呢还是这些鸭子当中第一个找到妈妈的。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一小步一小步呢，在提醒着我们，当我们遇到了难题的时候，遇到了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要让自己不敢往前，不要让自己因为害怕还没有遇到的困难，还没有做过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自己办不到，就不动了。一小步的一小步，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克服，不要让自己好像要马上做什么很伟大的改变，或是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小步一小步来，没关系。可是呢，我们一小步一小步有没有在前进？是有的，那就好。哥哥提醒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其实也是鼓励着他，其实他是能办到的，只是他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在面对到新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无形中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借由这个绘本传道也勉励大家，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试着让自己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从今天经文的故事呢，也要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关于我们迈向新的阶段应该注意的事情。保罗呢，他在跟这个希伯来人的信徒劝勉的时候，说到了，要他们不要像婴儿一样，因为婴儿只会喝奶，他没有办法吃干饭，甚至这个意思是指他没有他的行为没有能力啊，他没有办法说他想干嘛就干嘛，他没有长牙齿，他刚出生不会走路，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可是当他慢慢成为大人之后，他开始能够怎么样？吃东西，自己走路，自己学会做很多事情。这意味着他的生命也成长了，可以开始懂得怎么样思考。保罗透过呢这个小朋友到大人的这个生命阶段的这个比喻，要劝勉这些信徒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小朋友、婴儿的那个阶段，要让他们慢慢的朝着前面进步，往前走，成为一个大人，能够思考。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个比喻，婴儿到成人的比喻，要劝勉希伯来人，他们的信仰阶段要不断的往前，不要停下来，要抛弃过去的事情，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因为他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会有新的状况、新的环境、新的人事物。同样的，保罗的话呢，也要对我们带来一些勉励跟提醒。第一个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困惑，第二个呢是勇敢的提出信仰的疑问，第三个呢是持续追求基督的信仰。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困惑呢，跟第二个很像，提出你的疑问。但是同时呢，诚实的面对也表示着你不要逃避，你的里面可能有问题，你有一些情感上的问题，情绪，你觉得很焦虑，很有压力，你要诚实的面对它，然后跟你的家人，又或者是跟我们的牧者说，我们可以跟牧师说，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说你的心里会好一点。但是你必须知道，当你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之后，不代表你不做任何改变，你要慢慢的往前进步。你面对自己生命的困惑或问题之后呢，接着你可以勇敢的提出你对于信仰的疑问。提出信仰的疑问，包括你不知道这个圣经在讲什么，包括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相信，我为什么要来聚会，我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不知道，没关系，可以问。不要觉得问这些问题好像很笨，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他不愿意问，所以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进步了，因为他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对，所以不要觉得很丢脸，你可以问，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像小孩对父母提问一样，当他问完之后就学会了，那他就会长大。最后一个是持续追求信仰。为什么我会讲持续追求？其实持续追求就代表着你必须不断的努力，离开你原本的阶段，继续成长。我们会从国小升到国中，从国中升到高中，是因为我们读完6年，读完3年。可是，在我们教会，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已经你的信仰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东西你只能够靠自己去检查，跟圣经来做比对，听牧师讲道，听主日学的老师对你的分享，来了解到我现在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什么？我要更好，我要更多的东西，让你的生命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说，今天是升级礼拜，我们同时在学校
往上提了一个阶段，有可能是一年级升2年级，有可能是2年级升3年级，你换班了，有可能是你从一个阶段换到另外一个阶段，像是幼稚园升到国小，这样的转变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但是传道鼓励大家，不论如何，当你遇到困难也好，遇到挑战也好，你先不要像小步一样停着不动。这个时候的你，一步一步的往前就好，一步一步的往前就好。那传道也鼓励大家，可以对于自己的阶段的环境、人事物有更多的期待和盼望，相信这个环境会因为你变得更好，相信这个环境会对你带来很多的学习跟改变。那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学习当中、新的阶段当中，都有上帝与你们的同在，让你们有智慧去判断，让你们有智慧去思考，让你们有智慧去经验，让你们的生命不只是外在成长，你的心、你的信仰、你的灵一同成长。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可以在礼拜中有很好的学习，透过保罗的话语，透过绘本，我们将一切的行程、一切的阶段都摆在上帝的面前，求主他带领。我们一起来念本周金句。我们应该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希伯来书6章1节。我们应该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希伯来书6章1节。咱就追求成熟。希伯来书6章1节。咱就追求成熟。希伯来书6章1节。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礼拜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好的学习。那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给他，让我们可以在分组过程好好的讨论升级礼拜信息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又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对于升级、对于环境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感想，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伙伴们分享。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孩子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长大，让我们可以很用心、很开心的去经验到我们的学校生活。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又或者我们升上新的年级，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当中有紧张、有期待、有害怕、想逃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个感受里面都能够得到学习，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期待当中去感受你要带给我们些什么，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害怕当中能够去知道，主啊，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有你为我们安排在身边的父母，我们有你安排在教会的牧者，我们可以依靠这些你为我们安排的长辈，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阶段，我们总是有智慧去判断是非，我们总是有智慧去了解到这些我们所学习的该如何来运用，也帮助我们去看见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如何去结交到好的朋友和对的朋友。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都全然的交托在你手里，让我们可以在小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可以打开，彼此有好的交流，让我们能够在分享过程当中认识彼此，以及更认识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恭喜你们毕业了，要进入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感谢上帝，虽然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停止了在学校的学习，但是我们没有停止对上帝的爱，对上帝话语的追求。现在主日学要献上一份小礼物，恭喜这些毕业的小朋友及大朋友，让他们未来的每一天充满上帝的祝福与恩典。恭喜你们要毕业了，愿上帝赐福你。
是这个领导，这字只条，伊个人生就是这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我，才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才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的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个凡人间拢是一所有，大概无尽阿免。好，各位小朋友，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周的游戏。这个游戏呢，邀请大家先去下载电子档，把它列印出来。那每一份只能让一个小朋友玩，所以如果你们家有2个人要玩的话，就要列印2份。那列印的时候要请注意一下，要列印成双面。那正面会是这样，那它的背面呢，就是你翻长的这一边翻过来背面的时候是长这样子，所以要注意这个字要是正的背面，然后我们翻回来正面。好，那现在我来说明一下，这个游戏看起来就像是个迷宫，其实就是在走迷宫。那我们的起点在这里，这边写着婴儿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有提到，我们不要当婴儿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成熟。所以我们的终点在这边，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那这个游戏呢，一开始要先做一点美工，小小的劳作。所以等一下除了会用到笔，我们还需要准备一把剪刀。那有看到这边有写，请沿黑框外围剪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先从这个黑色的正方形这边最外面的这个黑色线的外面，然后沿着那个边缘把这个正方形先剪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剪。现在我们已经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的说明正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刚刚我已经说明过了，我们等一下游戏会从起点这个地方，婴儿基督徒从这里出发。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等一下呢会碰到一些文字或者是图像是读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起点走到终点的那一条路呢，一定会经过读经、祷告、行善、传福音，会经过这4个地方。那也透过这4个，我们才可以变成成熟的基督徒。然后第3点很重要，当你正面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这个迷宫的正面是长这样。你的正面你可以看得到，一开始的这边。从起点的时候，很快你会发现这边是出不去的。所以当你的正面没有路的时候，就代表你要用到这个迷宫的背面。那要怎么用到背面呢？这个迷宫这边呢有虚线，我们等一下呢要沿着这个虚线去对折。好，我现在示范一下，比如说这边，我现在要折这条虚线。那当你对折好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条路会产生出来，就是说，当你原本的地图呢走到这边已经是一个死路了。那我们这时候呢，当正面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将虚线对折，就可以走到背面。那走到背面之后，它还会再走回来正面。我等一下会稍微示范一小段，让大家看一下。好，所以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开始的这条路呢，我会这样走。那我会走到读经之后呢，我会需要利用这一个折痕来帮我走到迷宫的背面，走过来这里。当你走到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迷宫整个翻过来，寻找你刚刚是从哪边接过来的。在这里背面也会有一个迷宫，那背面的迷宫呢，其实也是很简单，你只要找到出口就好了。如果你仔细的看背面的四周，它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墙壁的，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没有墙壁的，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墙壁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进来的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墙壁的。然后你稍微看一下这附近有哪个地方也是没有墙壁的哦，可以看得到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在背面走这样子走过来。那你一定想说接下来要怎么办？所以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把整个迷宫翻回来正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迷宫会接到正面的这个地方来，正面，然后你再翻回来正面的时候，再来就是你要去祷告那个地方了。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全部都走完让大家看，因为这个是要留给小朋友你们自己去解的。最后你们一定可以透过这种正面背面的方式走到这个终点，成熟基督徒。好，那我来补充说明一件事情。这个虚线呢，它的折法是要往内折，但是在往内折的时候，可能比较不好对齐，所以我们有一个建议是，你可以先把它往外折，在往外折的时候，你看得到这个虚线，所以你比较能够对齐，折得比较整齐一点。好，当你有了这条往外折的折痕之后，你再把它反过来折，好，所以这样就可以比较整齐的去对准这些路。再折一角示范。那我再来折一个角，比如说现在这边有一条虚线，我来折这一条。那一开始呢，我先把它折，用这种方式去折它，所以我看得到我的虚线，我也比较好对齐。那最后呢，我再凹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样凹回来，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来完成这个迷宫。那最后这个背面有一个金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信息的金句。那大家如果完成迷宫之后，就可以把它念过一次，加深印象。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说明。各位家长以及小朋友，大家平安。9月份我们依旧会维持线上亲子礼拜，期待下个月10月份能够恢复实体的亲子礼拜，我们能一起见面，一起敬拜上帝哦。今天我们顺利在线上举行升级礼拜，下个礼拜开始要邀请小朋友进入到新的分组班级。礼拜天早上9点半，幼儿园以及低、中、高年级4个分组班级的老师会在 Meet 的连结里面等小朋友哦。本周读经范围：圣经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12节，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12节。疫情期间，我们持续透过网络一起在线上敬拜主，邀请家长们可以在东门喜羊羊群组里面为孩子参与线上礼拜留下照片记录哦。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这礼拜
预备就是随着暑假快要结束，然后开始要有一个新的学期。那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同学，也即将要升上新的阶段，不管是从幼稚园到小学，小学到国中，国中到高中，还是高中要升大学了。我们总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会去看见上帝有不同的祝福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即将要开学，还有我们即将要升级的时候，牧师要特别祝福每一个小朋友，也祝福每一个同学，让我们在新的阶段，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收获，也在每一个阶段，我们会交到好的朋友，我们会有新的学习，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爱，保守我们。虽然在疫情的当中，好像让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学习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整个台湾的疫情受到好的控制。从9月份开始，我们可以准备开学。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小朋友，他们从幼稚园升上小学，小学到国中，国中到高中，或者是高中要升上大学。我们在不同的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也不断去看见上帝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好像爬楼梯一样，我们能够有新的收获，也有许多新的成长。所以求上帝你带领我们，赏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让我们在学校当中，我们每一次的学习都能够带给自己许多新的祝福、新的帮助，也在跟同学的相处当中，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互动关系。在老师的跟老师一起教导的过程，我们也不断的学习如何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更多从你而来的智慧。愿你在这当中成为我们每一个同学的祝福，也保守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也越成长，越让家人感受到主你真的是把各样的恩典环绕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求上帝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也加添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喜乐的心，每一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不断体会到主你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放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能够很好的适应，有很好的学习，也能够成为很棒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